种是一个相对的物件啦。哦，咱本身这毋是啥物道理的物件，就讲你有拄着啥物物件，是就用毋是来对，天就用地来对，哦，人就用物来对，上就用无上来对，安尼听有啦吼。若上用天来对就无合咧吼，天用地无上来对，安尼嘛无合吼。这就是因为这叫做因为相对法。相对法就是讲，当时迄个敢若是现成的什么物件，有一个不管是迄个理论环境，就是讲无常，但是咱若做，伊就讲无常。因为是常啊无常，因为伊就是要看到伊的执着，迄叫做常因啦迄叫做常因啦，常因就是人嘛，但是常因是不是要看是，但是处理迄个中道理，常要看无常，无常要看常，要得到什么物件？要得到真常之理，安听无？所以咱世间人就是拢离常无常，是甲非，毋是甲是，而且要理论这物件。其实这毋是一个声音，拢是一个文字。所以咱金光经迄20分啊讲，一切有为法，毋是用意识见我，有因者见我，是连天下都只能见出来。因为金光经26本，咱佛陀就甲伊个弟子讲用意识见我，有因者见我，是连天下都只能见出来。色就是无色嘛，无色就是色即性嘅对立法。这对立法嘅讲起来讲，你若用这个形式一个来看法，用音声来去发出一个音声，你听到我的声音，就是代表我这个人在讲经互你听。安尼嘛叫做执着。就是你看到迄个有无的对应，你讲有，我讲无，你讲有，这对应内底当中要证明迄个绝对的物件，要证明迄个绝对。安尼感觉，我说马上有啊，这个有一个法界有一个房间窗户，这若无去，就无一个房间窗啊法界了吼。这个有，这叫做有，你看见叫做有嘛，你无看见叫做无嘛，敢是安尼？有较无，你看到有较无时，我即有地，你讲一个办公地的，有一个咱咧打先咱就经理地的，经理地你当做无。有甲无内底当中，你看到有，咱众生嘛种色上看到有，但咱无看到无，但是有较无是无，但是咱毋过看到伊无去，所以变成这两个是一个无，一个空，一个有嘛，空就是哪？空就是无嘛，有就是有嘛。因为空，因为无去到一个空嘛，空生了一个有起来嘛，敢是安尼？这拢叫做常因啊，一头，常就是有两头啦。这有两头，这物件叫执着这两头嘛。但是你要看常因，要看这两个常因，看这两个后尾证明这个绝对。咱看到有，咱看到无呀，咱看到零。迄个零叫做哪？叫做真相之道，叫做绝对。每个人无看到物件，安尼，你看这个叫做无，有，但是你袂当叫做无。所以这等于咧讲是说这，我今嘛咱讲讲嘅，可能较概念，即嘛咱来读一遍啦，就是这对用。像我就讲过过了啦，这无啥物道理人讲，是咧讲安尼尔。对法，外境，无情无对，天依地对，日依月对，明依暗对，阴依阳对，水依火对，处是五对啊。法上语言12对，语依法对，有依无对，有色依无色对，
有色与无色对，有常与无常对，有常与无常对，有漏与无漏对，有漏与无漏对，实与空对，色与空对，动与静对，动与静对，清与浊对，清与浊对，幻与性对，幻与性对，精与色对，精与色对，老与少对，老与少对，大与小对，大与小对，此是12对呀。此是12对啊。哦，这个讲就是讲安尼啦吼，哎，对哦，唔等于讲你个走边去嘛，你个讲边人一律对嘛吼，人一律对，你个要对这精神去嘛，总是在就啦，吼，所以呢，伊这个意见讲，要安怎安怎，要安怎伊讲这句话，要安怎用另外一句话去发应用迄句话。迄句话无看了后，因为袂当证明这个，安尼啦，吼，迄后壁讲的，这后壁讲的上面叫论言物件嘛，吼，后壁即句就是，刚刚即讲的吼，而且嘛吼，二道相因嘛吼，伊就讲出来，后壁即个讲出来，吼，第三章，已经都讲出来，吼，对法就讲。这个无情，讲天地大，这个宇宙的物件，因为这毋是情的世间嘛吼，这就是无情、无形，所以形容讲大道无情，不能不管；大道无形，永远无好。所以伊无情无形，安尼嘛吼，所以天这五句内底。伊就不讲是情感的内底，所以伊这天地一对，另个一对，连啊红对，顶啊阳一对，水甲火对，这是五对啦吼。即嘛法术这个法，这个法，就咱讲的语言的内底当中，这个法语有12对，这个母语6对，比如讲道理，我咧讲道理。这叫做法语，这个法语呢，这当中，咱今日要讲什么道理？我要破你，要破你什么道理？后边你这里，这里，一种的迄个文理上，但是我要安怎用着迄种破你，这个文理上，所以咱要用讲经讲，凡所凡所有相，该是如果欲见主相、非相，即件如来。欲见主相、非相，伊用主相就是讲，伊用一切诸法相，用无相来化一个有相，等见得出来。见得出来，我先就是讲，欲见主相，主相就是有形有相的物件，有相因迄个眼性的一个相，你世间的人是看的这眼性的一个面相的物件。无非常，因为伊咧伊个非常的内底当中，因为缘起成空的物件。因为你这面上了后，你要见着如来发生，你就见唔到啊，是安尼见唔到，因为你这面有嘛，安尼嘛。所以伊不得不觉欲见主相非相，第二步就是这叫做哪？这叫做化业相，化非常就是化你那个空，安尼嘛。因为你今日这面有名嘛。这面有名嘛，你这面有了后，伊若要用着空来甲看你迄个有的物件，我来讲就简单。咱听洪太来，洪太来啦吼，洪太有嘛，电视台就是因为这个也做咧做，家己为无连对迄个做对无连顶起来，就洪太来，这17集几集嘛，咱听嘛咧。这个有这个方法延伸对不对？但是后边咱叫做延方法是消无的，下嘛，伊写出来就是变，写出来叫做有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了到伊的这个气啊，到伊衰做了后，因为袂当形成一个线条，一个演变。但是延伸演变，你看到延伸的听。咱唔通讲，因为迄个心就对了，
为气候，迄个气候变变个物件。啊，气候本来就是一个空，生一个气候的形成，变成一个台风嘛有。因为扫过，因为这台风一扫过了后，咱会惊袂起，因为咱若无真正把咱的厝，把咱的物件用好势，风再扫过，就人处理好吹。但是因为风太大，经过咱若有把咱所有物件用好势，风太过了后，你的厝会破坏你袂过来，因为你有准备好势。但是迄种演习这是一个过程，这是一个过程。问题就是咱，问题是面对着你要安怎应付着这面目前中这演习的物件。你应付这个物件，毋是你咧惊这个物件，你慢慢起来一定无去。但是你目前中你安怎依靠你遮，你安怎应付这个？比如咱到这个世界，咱修道。咱修道，咱本来就是无修道的嘛，就是互古来修道嘛。古来修道，当然这缘就是无缘嘛。缘就是你今世有情啊，这个缘嘛。无缘就是你今世人无正正的缘来，这两观念来嘛。但是总是有缘到无缘，你都互古来修道嘛。对不对？唔过呢，迄叫做古来修道，叫做哪？叫做缘性啊。有一个因缘性嘅，咱大家修道对不对？你修道来对当中，可能个意境就无相像咯。为真世人有修，人讲无有发生看嘛，伊就无要办吼，为得就甲当作啦，有也好，无也好。伊真世人就是哪，无结这因来。毋过呢，这是一个过程，这个你面对着这是一个过程，但是你要安尼过程的内底当中。只是讲你有过去因缘，甲你这无因缘，你若当好甲珍惜，珍惜着这因缘，那安尼无去互这因缘，甲你办到，你会当识透这因缘，安尼叫做哪？你因缘内底当中无去互因缘甲你办到，安尼叫做缘起，无去互因缘甲你办到，无去这个因缘，安尼叫做缘起成佛。我伫这因缘内底当中。我无互这因缘甲办到办好，我无去证明这物件。我嘛就是伫这个观念内底当中，我无因为过去真世人我有修，我无修，我这世人我嘛修甲较好。因为我有识透这重点是这个。毋是讲随着这因缘，比如有甲无有明甲暗，有甲无这物件，来影响你掌握你这心情。所以这是讲心性嘛，所以有甲无对，有这有就是无嘛，有嘛，这叫语言对立嘛，二元对立嘛，再来就是哪，有识甲无识对，什么叫做对立嘛？有常甲无常对，什么叫对立嘛？有漏甲无漏对，识甲空对，情甲空对，空甲情对，性甲毒对，幻异性对。心意识，这是讲袂相，识就是讲叫做属灵。有修道甲无修道，安就对啦。这两个相对啦，来就是哪老与少，老人你有差别嘛？安尼对啦。但老人甲你有差别，你有差别无？没有差别，你即个对。所以咱就即是老人，咱较会少年，咱该老。咱无了解讲，因为老人总是老，因为伊的行动较无方便。少年总是因为伊的方便，伊的动作紧美，伊嘛会较迟滞、较迟钝。但是咱讲就是表示咱大家无同的嘛，这个对。但是咱毋知一个叫做不心不变，一个叫做你袂当去甲爱，你嘛袂当无爱，对对对。迄个叫做足自然大，迄个叫做哪？迄个叫做中道。迄个中道就是讲咱思想。以前不是讲啥嘛？老甲上辈的，老人你跟住做成无健康嘛？对不对？伊是讲这样，所以伊个化两边袂使有这么两端就对了，大一小对，出去上面对啦，大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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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自性起用有19对，自性起用19对，自性起用19对，自性起用19对，等于地对，长伊地对，邪以正对，邪伊正对，起以非对，起伊非对，无伊地对，乱以定对，乱伊定对，自以独对，自伊独对，介以非对，介伊非对，得以曲对，得伊曲对，实以虚对，实伊虚对，险以平对，险伊平对，烦恼以菩提对，烦恼伊菩提对，常以无常对，常伊无常对，比以海对，比伊海对，比以亲对，比伊亲对，邪以坚对，邪伊坚，邪伊坚对，尽伊摕对，生以灭对，生伊灭对，发生以色身对，发生伊色身对，发生以报身对，化身伊报身对，就是19对。就是19对啊。哦，这就是伊这就是咧做为言啦吼。以有情到无情，以法到理所想，哦，伊一步一步，咧甲你讲，伊咧安怎去画这个然后语音这个别人处理这个中道理吼，你讲这一样，因为毕竟跟修行法，伊就是修。意就是修明就是小圣别空，小小别。阮呢是修修，就是修明就是有形的有，一个叫做即空，一个叫做即有。哦，伊即空就是讲这个空性，我这个空，那个五大皆空嘛，我跟这个空一样，安尼所以叫做即空。因为咱讲空有不绝对义啦，虽然人做为言。就是讲，你嘛会使去有，你嘛会使去空嘛你只有甲去空，变成就变成这两端了嘛。这是菩萨，你菩萨，你是你这是阿罗汉，空叫空性叫阿罗汉，这空叫阿罗汉，这有叫做众生嘛。那种来讲，空有不离，空有不离，色归空，空归色，这。所以自性起用19对，语到当然长短啦，一个长一个短，这叫做相对。其实长短伊这讲是讲要处理中道理啦，中道理啦，伊即摆咧甲你讲，你安怎破对方，对方讲你要以对甲对，对方讲邪，你要用正甲对啦，对方讲气，你要用明甲对。但是处中道理啦，中道理叫做平啊。这个平定啦，中道这个平等啦，平等啦，中道就是平等。但是咧，可能出现平定，因为你有这个两端有对，这个长，这个长，短，这叫做两端嘛，这叫做两端嘛，这叫两端这叫两端嘛。这个长，这是短，这长短来对长中但是你袂当这个长，这个短，长短是众生的看法，但是佛伊咧看这个病，这条病，伊是咧看你两头，伊是看两头，所以伊咧这个长短就是讲这个叫发心必失心，这发心。成，这色身就是，这色身就是讲马体，马体，这发心就是讲自性，安尼，自性，安尼，但是发心就是讲自性，色身就是讲马体，但是你若执着一个自性。是到到一个应心来对，这是色心，这是相，所以伊就是伊就要遇到真相、真常之意，伊就是你望这个心甲这个法，你自性内底当中你起着念，伊就落不对，所以你要到真相，
珍藏之宝，真上品，而且这就是人讲这个呀，吼。所以人讲轻易非对，啊无意定对，乱意定对，自比意独对，这种叫做相对啦，吼。无讲这个这个大意非对，一意独对，失意非对，狭意并对，烦恼意菩萨对，上意无上对，比意还对，比意亲对。这个见这个邪意见啦，这邪意邪这个见贪啦，这两相对嘛，袂使嘛有即个喜邪，嘛使即个见贪啦，这种袂使即这个喜邪这个邪，这个邪，这个见，这个见，这个以前两个拢袂当接，拢袂当接啊。这嘛袂使，我嘛袂使失礼，一个我写作这，嘛袂使失礼，我一毛不拔，所以来讲，邪意、蛇、邪意、无邪，无邪，邪无邪，这个邪不改，蛇法界，这袂使接啦，袂使接，你见有接就对了。所以咱来做那安那，不着先，不着先，不着恶，不着善不着恶，迄个善甲恶，拢是叫做对立的物件。自性内底当中，自性的内底当中，伊无一个善，甲无一个恶。换一个做讲，伊心内底所有的杂毒，伊所有的物件，你拢袂使接，袂使接唔对啥。因为不把自性的物件来接，所以比如讲今日这个善凡所有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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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善无相嘛，这恶无相嘛。这邪无相嘛，这见无相嘛，种种相物件，这相嘛，色相嘛，这是无相，这是无相。所以，咱上每一天咧讲都拄仔讲嘅，我今见闻必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我今见。我今见闻必受持，这足重要。你看电脑的，你闻电脑的，你听电脑的，你要受持什么物件？你见《金刚经》第30分、31分内底当中。伊叫做如是知，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见，或到底叫如是性感，如是性感，或不行我想我用功内底当中这个知，这个见。但是性格太变化，这个塔在努力，现在在塔在上，塔在如是。这个如是的人讲，这个如是不是那种自信，这个如是，心无一如，我不开心。这个如是的公主，这个如是来，我给他清净无量的意思。你不给他讲啊，你用这清净无量来讲，你要分辨这清净无量来分。因为点点是清净无量，你我发了，那安尼你看就看到魔鬼，我闻了，我闻了魔鬼，我见就魔鬼。今天讲凡所有相，拢不是相物件，凡所有相拢是咱大的思想，思想跟你思想相出来物件。所以老师讲过安怎？思量即不重要，好无？
你想象这个，你不敢想象这个，这想象这，因咱人讲二是思想出来的。咱人看到物件，是安尼心会乱，听到你心会乱，你得到会欢喜，会欢喜。有些物件是啥？你就是无这个，你有这个，我爱物件，我特别好欢喜要爱。我无爱的物件，我特别我要生气，气到要害，敢是安尼？迄是自信中的表现，我无。迄是自信中来讲，我无亲像。但是伊就一直见，如是见，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心界，你把那个，你一定要有一个清净心，这个清净心就是个心来看、来闻、来听、来受持，毋是用着一个思想。毋是用个思想来听，毋是用个思想来见，毋是用个思想来闻，毋是一个思想来信来受持。这物件就是讲这，你毋是用个思想来同大家，用个思想来写意识，用个思想来起家非，用个思想来无家非，这种叫做对话。这另外这个问题，另外这个如何理解？如何理解36位的内底？这36位内底，你若用着咱自性中这个清净无量，那安尼学对哩？你伫自性中的内底当中，你总是知啊，你无是非，你无定型啊，哦，你无因缘啊。啊，先不当先不，咱袂当先破，就是咱这个物件上济，思想上济，烦恼上济，是非上济，对立上济。因为你见闻觉知的内底当中，你拢是烦恼；你见闻觉知的内底当中拢是思想的。你见闻觉知的内底当中，你无用着你清净本心来见闻觉知，啊，所以呢，你所修起就是这个众生嘛。所以伊这物件，伊咧讲这物件，你若用着一个清净无量来甲对，哦，咱怎讲？你写如写，写如写。哦，你会当变出来。哦，你静而无静，你嘛当你用着一个静，你有一个静，你就甲对写，你的静都毋对啊。咱若做个做安怎？不属邪，不，啊不属恶。你邪道的内底当中，伊也来讲叫做不属，不属。伊这不是毋是甲你拢妄想的意思，毋是完全妄去想这个物件。人圣人看到仙内底当中，伊这不是用清净，用如是仙如是恶，用这物件，用这清净来看仙，用这清净来看恶。按用清净看恶有恶无？用清净看恶，伊内底法界内底当中恶就无恶啊。伊本来用清净来看，清净本来就透照。好，我即摆讲着简单的比喻。好，咱有一个红，咱有一个红无？有红吼，咱有一个光啦吼，有无？这红的光叫做对嘛，红对光伊内底有讲红对光嘛吼，这红对光嘛，这光有无？有啊。咱就用我红，这叫对有关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若一时天公伯啊，这个大粒的吼，照落了后，你甲规只有方面无？暗甲光完全无去啊，因为顶下了照落来，是因为迄款迄个大粒的无光亮到一个，无照落到有一个暗，这个光暗开入去中，这是用人做出来的。你若一管迄个大粒个光亮落来，你若做只点火，人讲你头歹，离外口你点火啦，你人讲你头歹，是毋是？因为迄点就是咧讲叫做真相啊。啊，就听啦，迄个就是咧讲真相之道啦。迄个照落了后，透者暗落去，暗就讲恶嘛，哦，啊，根本不先嘛。